我的女生高分者我就输一半了。好爽啊！好久没打了。我怕有超过5个小时。哦，多小的吗？多久？哦。是哦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刚才稍早，我们的院会的开的时间呢，也比较延迟了一些，所以记者会到现在才开始。首先跟各位抱歉，不过也感谢大家来参加行政院第3686次院会后的记者会。5科有谁有打桌球？没有。你要跟老师这样摄影师传。对，会球会打，叫我们关主出来。让我看起来很厉害。我另外一面是长庚。哦。我的女生高分者我就输一半了。好爽啊！好久没打了。我怕有超过5个小时。哦，多小的吗？多久？哦。是哦。厉害厉害。要请牧师来教。没有校队，就是我们是乡下的校队啊。那个老师都随便教的，但是随便教的就全国冠军了。太厉害了！可以知道是哪个小学吗？有台中的新兴国小。我们那个年代转拍的目的是为了要混淆对方的视听，到底是红色的是平面的呢，还是黑色的是平面？假动作，他没有分。但是红色是长颗粒呢，还是黑色是长颗粒？他故意一直转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开始的时候还有2面都是黑色的，还有颜色。没有。这个一定要等我全副武装的时候。哎呦。